Hello， 大家好！我哋今期節目嚟到咗呢一個韶關嘅曹國灣村。呢個村咧係一個非常之古老嘅村，已經有咗500-600年嘅歷史。咁呢個村點解值得嚟呢？係因為佢所有嘅建築咧都保留住當時建築嘅原樣。走，我哋睇睇。我哋見到呢個村嘅村口啦，有一啲流水小橋，好保留住一啲古香古色嘅味道。曹國灣村其始建於清初時期嘅鄧姓客家村，村莊堅持咗粵北地區靠山近水向陽嘅基本原則。其古村因形就勢，山環水繞，山水交融，環境宜人。現居村民大概有60到70戶。鄧姓家族民風淳樸，耕讀全家。成個村莊比較完整咁保存咗清代同埋民國時期嘅建築，大概有20幾座。流連其中，仲可以睇到成個村莊嘅歷史原貌，猶如一幅經歷咗歲月侵蝕嘅古老畫卷，讓你品味到悠揚嘅歷史韻味。後邊係靠山，前邊係靠水，所以呢度咧有靠山又有水，所以呢度嘅地應該係非常之肥沃嘅。我哋見到呢度啲荷花咧生到咧真係好靚好靚，啲蓮子一個個好大，好想去摘翻兩個。我哋見到前面嘅呢一座咧，就係呢條村嘅嗰個炮樓。咁傳說中咧，以前咧呢度咧有戰亂，咁如果一旦有戰亂嘅時候咧，成村人咧就喺呢度。我見到咧非常之高，一般咧係入唔到去嘅，仲有啲窿咧應該係攞嚟即係打仗啊之類嗰啲。我哋就去睇睇，就有啲咩保存落嚟嘅嘢。我哋睇到呢度咧，呢啲門咧仲保留住以前即係一個個窿啊，啲門鎖嚟抵擋外來嘅侵略啊之類嗰啲。見到呢啲石咧真係比較堅固，好難。我諗一個個如果石條石柱仲鎖死嘅話咧，應該係人手或者係冇咩武器可以衝入嚟，除非大炮啦。呢一座碉樓始建於公元嘅1796年，牆體由附近河流嘅麻沙石砌成。時過境遷，由於曾經嘅失火，加上戰亂，已經年久失修。內部嘅泥房亦都殘舊，喺1982年被拆除，如今得返個外牆。呢度啲建築咧，其實同開平嘅碉樓咧係有非常之相似嘅地方，但係喺現代建築咧，我哋已經好少見到呢啲咁樣嘅設計。佢都係一個好大嘅天井攞嚟取光，跟住咧呢度咧仲係兩三層，應該以前咧呢度都係屬於一個大戶人家嚟嘅。8年嘅光景，只彈一瞬間。睇住眼前嘅呢啲古樓、古建築，依然可以感受到村莊當年嘅輝煌。喺呢一個經歷咗8年滄桑嘅歷史文化名村，佢依然古樸悠然。無論外界帶嚟幾多嘅喧嘩，佢都淡定安詳，不受任何嘅影響，享受住春天最美嘅呼吸。好啦，我哋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下次再帶大家去尋找呢一個最美最古老嘅鄉村古鎮。拜拜。不過我哋上邊睇嗰度。啊。